控制用呀的觉得给你做too much selfish 用呢，也呢控制用不了的，现了讨过的都社会呢控制用不了的，现了社会也呢控制用嘛的，休息都，别人俺想想呢。俺就什么叫他们这些，没那么节约了吧？俺什么叫他们这些呢？没那么节约的，开始你们一百亿呢，俺就人们的地方给没同就对这些的第一的了，但俺就超过也不去进去了3万钱呢，结果了吧的，是什么？什么叫他们这台湾的台湾就的那么就什么叫他们这？东北吵就是现在，什么叫他们这现在这里也别说了，说出去了以后没得你讲了一点，吵到去，呢，根据是真的确实这么多啊，是吧？你看什么叫他们这现在都上不当过的，你看当过说出去了以后的他抢不起，上当嘛就去，抢不起，当什么搞不起看这个人呢，做不起是吧？体系呢，你这个是样子的。怕这话才能出搞不起个多啊！那没了以呢，怕这话才能出搞不起个是吧？像什么？是俺们就当官写的有，这俺叫他们去认识的，没让人去认识，都是带了人呢。俺专门就不吃的，俺没几个人上，肯定是上不当的有。办公室头位呢，没几个人上呢，老上子哪个当瞧不起的有，像什么？还是等你新人类呢，都是没有。那讲好多少呢呀？那么多那里要老的就可多的，那么多汤的，古代是不看不清楚许多。对，倒是古代，那可是本部都在年少里养起，把人的教的，那把人教。现在对小学生也没教过许多，说小钱，俺国家说的对下，那把人教。兄弟们，小学生开发教会时候，我都瞧了，千两千的门都是啊，没几个人都是啥子，俺听过了吧？俺来就是穷，对了，要啥当不的，像什么，别教了不去，是不是什么都不去？瞧了，亲弟兄弟去意思，搞什么穷啥？俺的哥哥嘞，像说，俺教了不去，俺拉么人。俺别拉近没心意思么？俺这专门就不拆嘛，都看见没得吧？俺说没几个人上呢，说头个人呢，给不给这个月？呢，怕没开始怕给不给呢？出给不嘛给你在那用的，人16个手里，就是16个少了，你给不给个多？其实没这个的，没几个人，结尾你们的俺们考过的结尾，超过几个人。俺们我们这俺们强制讲不基本吧，西个他们得嘞，强制用那个没搞得那基本用过了吧，西个他们得了，到哪个东西都是带过去呢，基本全都买了，是什么？这没是搞得大个来的。第二的城市里的这些城市里大这些的下的话，自己买的不这个自己你。这个呀，这是如果接不起，这个这是如果买不起，都是大家吃不了吧？这是买的吧？如果有人的买的，如果这个质量结果的，加上个买茶叶的，这是买的吧？如果质量讲的买的茶叶质量较多，这是买的吧？从没接过去有的不的，那是茶叶卡个多，这才这个些的。这里呢，没了这玩意儿的，就是开出不来。